推動台語家庭計劃，南投的山城厝內講台語活動，除了佇咧室內上課，也有結合環境教育。因是佇咧南投德山的東部臘溪環境生態保護園區，用台語來教民眾生態知識。較早這地肉斷過了後，拔起來，安尼趕斷來，吼，安尼就免啥。樹落啊，所以這種上環保。講師提到硬桃葉啊，講古早人安怎佇生活中運用硬桃葉啊，這是德山的東部臘溪環境生態保護園區。講師哪行哪用台語來介紹，大家聽甲真認真。家長嘛，茫囡仔會當我近代自然，嘛會當學台語。你要當外口就對啊，食哪？抓糖。哈？因為我介抓糖啊。哦，你介抓糖，你攏袂驚哦？袂啊。按過我會驚真多。應該會曉講台語。所以一厝裡恁厝內攏咧講台語就對。嘿，對，就要互囡仔有台語的環境安尼。我感覺老師就好講的呢，而且我唔捌來過這個所在，唔知影這內底遮爾啊精彩安尼。遮的生態真豐富，南投縣政府的山城厝內講台語的計劃，嘛有幫助互我了解大自然，互台語落入生活中。然後嘛，希望講吼用環境教育搭配台語的教育，然後甲組會用台語，互大家民眾啊，更較了解阮遮的南投的一些很漂亮的自然景觀。如果用台語，佫順續會使教遮個來參觀的遊客啦吼，還是講遮學生啊啦吼，會使了解台語，佫較親切。教野話入目大自然，佫會當學到台語。文化局講9月份佫有3場無共主題的環境課程，嘛邀請佫較濟家庭加入台語家庭的計劃來野話學台語。記者洪一修南投報道。